另外，要来关心森林好买建国贯穿是规台湾敢若只有的农村型兵仔寮。文化部补助经费要来定标现过去历史的现场，利用修理、维护、再造，要来保存台湾兵仔寮的文化。其中，建国一村第一期的工程已经完工启用，地方有人学了，嘛有人经体甲无一块好，因为有人认为讲加一个风景所在会当行搭嘛是袂歹，不如过嘛有人认为讲厝无做厝顶，加用铁基啊已经变做走味的咖啡。原来的结构都在比照 before after。原本是杂草发规片，又搁垃圾又搁乱的灌村，经过整理改造，如今换新的一面。清气的街仔路、砖瓦建筑，也搁有活动中心、精神标语。过去灌村的模样呈现伫咧眼前，这是云林建国一村，嘛是国内唯一的农村式的灌村。日本时代是新丰特工队伫训练的所在，但是真久无咧用啊。县政府规划再造历史现场示范计划，保留台湾灌村文化。毋过详细来看，灌村无厝遐，搁加真侪灌牛、灌骨，地方的意见拢无共款。我改改落啦，拜六礼拜有一寡人会来参观。加一个佚佗的所在啦，有咧整理哦，看了较清气些啦。要回顾过去眷村人那种朴实跟眷村的那个味道，让一些过去住过眷村的人是失望的啦。文化处解说，灌村改造毋是要来做宿舍，是一个景观设计，结合现代，重现灌村过去的模样。在安全性的考量上面，建筑师选择用这个钢构，然后也加上这个就是仿旧，就是它有点就是铁锈的这个处理，去吻合整个这个就是眷村的这个它的味道，保留灌村特色甲文化价值，互民众会当有机会来看灌村过去留落来记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